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感动时刻的镜头，我们要带您一块来看看客家蜂农如何制作健康又卫生的蜂蜜。这是三兄弟齐力经营的养蜂场，从养蜂、制作到销售，他们全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的。一开始吃足苦头。不过呢，在客委会的辅导之下，这三兄弟他们为自己的品牌改变了包装，也让蜂蜜可以成为备受欢迎的客家伴手礼之一。就快要下雨了，江家三兄弟急着巡视，拿着木屑熏烟驱赶蚊虫。他们要看看蜜蜂大军是不是有勤做工。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蜂啦。江家三兄弟设置的养蜂场，蜜蜂成群，很多人光用看的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。但是三兄弟不怕苦，靠他们打响名号。但别以为养蜂轻松，光是摘蜜就常常被叮得满身包。穿一次风衣至少叮40-50包跑不掉，叮习惯还好，你们可能被叮个4-5针你就受不了。靠着客家应景精神，三兄弟努力打拼，强调不喂养蜜蜂吃抗生素，所以每只都是头好壮壮、很健康的。这些埋头苦干的员工替他们打造了纯正蜂蜜。三兄弟努力打造蜜蜂阿虎的特色品牌，不希望被剥削，所以他们自产自销。买机器过滤杂质，三兄弟各有各的专长。老大江湖才从小爱抓蜜蜂，抓出兴趣了，从门外汉变成了专家。这一般纯蜂蜜我们看起来它色泽不会像外面市售一样很光亮很透明，这有带点混浊。这我们北部的黄金蜂蜜就是整个是金黄色的。为了让消费者买得安心，他们不同于传统，特别将每项产品都送检验。像我们的蜂蜜都有经过 SGS 的检验，还有我们经过农药残留、抗生素的检验。强调安全卫生，把关很严谨。只是要销售真的不简单，包装得要吸引人才行。他们搭上客委会的辅导列车，换上鲜艳的色系，还有可爱的蜜蜂 logo， 果真生意旺起来了。对，原本我们包装是很简单，他们把我们整个整合起来一系列的产品，有没有？帮我们设计 logo， 整系列做起来就很漂亮。全家总动员用不怕苦的客家精神，走遍全台的农业产销活动，而各大百货的农销档期也是全家出动。对他们来说，兄弟同心，其利就能断金。不用抗生素的心意，三兄弟用应景精神贯彻，养蜂产蜜自制自销，走出客庄，打响阿虎名号，甜蜜感动时刻。